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选举哦，剩过半月哦，除了总统选举是抢滚，另外咧，这立委的这选举也是闹热闹。咱讲政党票不分区，自由时报上线民调，带大家来看吼。国民党是落甲剩1成7啦，民进党也有这3成外哦。这回咧小党参选，咱讲是爆炸这个形态啦吼。不分区有19个这个政党，有217人来登记哦，是创新高。不过根据自由时报这个民调，小党内底哦，干那这个民众党7.7%，咱讲哦超过5%的这个界限啊，一旦有2到30这实数，其他小党总加起来也无到5%。另外咧，咱看到另外一份民调是这个山水民调，针对了政党支持率就较优咯哈。国民党是27.2%是赢过这个民进党的24.3%哦。小党的部分，咱看到台湾基进党哦是2.9%，时代力量是4.5%，绿党是1.2%，民众党是超过这个10%的这个部分啦吼。亲党也有这个4.1%，其他政党是1.7%，无表态是23.5%。咱讲小党竞争是有够激烈啦吼，本区卡伫5%这个界限，结果是好着国民党也是民进党两党啊现主席咱看到小党拼出头哦，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就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对话。台湾新眼界这回要来讨论咱这个国会哦不分区政党票这部分啊，小党真正来拼出头天啦。首先来紹介到咱4位來賓，第一位是咱台灣基進主席嘛，江時準哦，是咱這個不分區立委參選人陳奕哲。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請到咱綠黨不分區立委參選人哦，張竹琴。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請到台灣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參選人陳婉慧。大家好，我是阿慧啊。第4位，咱邀請到新黨嘅發言人哦，江時準嘛，是本區立委參選人王炳忠。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是哦，咱講這回有19個這個政黨哦，217人要來拼這個不分區的這個立委啦吼。不過這個自由時報這個民調，可能和這個小黨較一個失志淡薄啦。不過另外一份民調看起來，有的這個小黨吼，有的突破這個5%這個坎站啦吼，有的咧是已經有這個政黨補助款這個3%這個部分啊，但是大家嘛是要拼入去這個實處內底啦吼。咱自這個台灣基進才開始先講啦吼，這回咱的這個理念大概是啥？安怎來突破吼？這個3%到5%這個限制這個？是，我想大家報告一下吼，咱這個台灣的人民可能愛了解一件代志，就是講，比如講舊年選了的時候，2018年選了的時候，其實蔡英文民進黨的民調是非常的，會使講本土大敗嘛。是。迄個本土大敗基礎頂懸，咱知影2020年絕對袂愛輸。雖然阮2018年就講高雄這局袂使韓國瑜當選，吼，因為迄是會開着一個破口，開一個破口了後，過去咱南台灣的選票其實攏是要補北台灣，吼，因為迄是較侵略的所在，叫侵略去哦，這個韓國瑜這個要簽這個兩岸和平協議的這個韓國瑜當選了，2020年做危機啦。所以迄時陣大家人就開始真傷心，所以阮台灣基進嘛出嚟就開始講所謂的台灣進入去9局下啦，敢若棒球比賽內底9局下就對啦。9局下後來，咱台灣社會開始了解到，尤其看到香港的迄個反送中的這個運動內底，看到講亡國感吼等等有誒無出來。這個表示啥物貨呢？表示講伊迄個當中咧，咱知影講，2020年這種選舉唔是會使滾生笑的，所以蔡英文的民調嘛慢慢回升。所以問題就是講，唔是講現主席民調是安那，是台灣人民愛思考講，安尼話台灣2020年迄個國會應該愛成成什麼款的國會？是。比如講我舉一個就好，如果蔡英文袂使輸，咱就愛拼互伊贏。同款，如果2020年，當你看到國民黨的這個不分區的名單，其實是一份所謂的習近平的這個名單的時陣爾。安尼，咱難道無需要從抗中的台灣，比如講台灣基進是一個堅定抗中的本土的，這個立法委員的候選人來送入去國會內底，互伊變成立委113個席處內底，難道無需要抗中的這個議員嗎？咱有進步的議題，當然嘛有抗中的議題入去。安尼，咱較有法度2020年內底對着已經遲到的、已經忘記的這個腳步，就是全世界攏在清除中國的滲透，咱這個腳步攏忘記啊！你聽無？比如講，咱最近這個回歸，這個王立強、王立強的這個共諜案發生了，咱才開始咧處理這個物件。其實過去這個處理，我會認為講接來還有足濟所謂的清除中國的滲透的這樣相關的未來的新的法律工具，必須要有新的迄個立法院內底來推入去
推杀啊，送入去变成伊的议庭当中就对。所以如果你有安尼觉醒的时候，安尼觉悟的时阵，安尼你要从什么款的人送入去国会，咱就知影。当安尼是咱的目标的时阵，咱就爱去争取，咱的选民如果有共同的这个意志甲共同的这个想法的人，就爱互这个愿望实现。敢若去年咱认为蔡英文已经民调翻盘，但是咱认为本土的袂使输，所以大家战卡你看现主是咱的民调赢。同款的，如果2020年。2020年袂使有这个抗中的声音去有缺席的话，安尼咱就爱将咱的这个力量来送入去。比如抗中的，比如讲我陈义奇、清除中国白牙，第一个提出的是我爱甲送入满意，难道唔是吗？我认为应该是用安尼角度来看，先可能较准确啦。是，咱咧讲这个5%吼，差不多20的这个实处。咱先来看讲台湾基进部分区立委名单内底吼，咱先看到咱有先做第1名甲第6名吼。第1名是咱这个高雄医学大学这个性别研究所的这个所长邢立峰啦吼，咱第2名就是咱的这个主席伫遮啦吼，咱就是讲摕到这5%，就是稳达有20入去啦吼。但是咱即阵吼，这个咱经据这个山水的这个民调内底，咱即阵也是2.9%啦。尤其讲这个5%是一个限制，是嘛是一个关键的这个坎站点。那打过这个坎站20是一定会当送入去国会，但是那是无这个5%，真歹势。这个实处可能就无法度摕到，若是无3%，这个政党补助款嘛无法度摕到。但是讲即阵要安怎来塞这个部分吼，甲恁这人拢都塞入去。我先讲一下吼，这份民调山水民调，应该我唔知影是毋是根据迄个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所做的迄个民调，因为迄个民调就是因为进前有所侪人讲，恁台湾基进是毋是敢若迄个选区单撇为以迄个台中参选尔？我讲唔是啦，阮其实阁有真侪所谓的任务型的迄个立法委员、区域立法委员，安尼阮就是坚持要来选不分区嘛。但是有足侪人唔知影，阁有一寡迄个风声顶放来放去。所以呢，其实如果也根据着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迄份民调的话，阮来换过来，因为伊会算一个，比如讲包括伊的无去投票的迄个物件，比例换过来，现主是咱扣着迄个趴数是3.8%，2.9%是伊的迄个包括着迄个个无去投票这的迄个拢计算落的话，但是换过来，因为你也要变成显示着伊的投票率的话，真正扣着的趴数是3.8%，所以意思是讲伊差1.2%，1.2%，啊，你也知影呢？台湾的迄个立法委员的例讲立法委员的计算，不分区立法委员的计算方式是，如果你也过5%去了后，其实啦吼，尤其以民进党来讲，伊的票数，还是讲国民党的票数，伊拢是爱每2.6、2.6甲2.8%，才会使增加一席。立法委员。如果是安尼的时阵，其实你也投2.5%互伊，安尼毋是浪费。所以有人讲奇怪，按照阮的趴数来讲，其实。投2%，互伊是浪费呢？投2%，互阮早就加2个本土最大化的一个投票的这个方式，其实是大家人爱思考的。所以，如果你也为所谓的因的叫做 CP 值来看的话，投台湾基进啦，按照迄种民调来看，其实。投咱的话，其实你内底投1.5%，咱砸了2个立法委员，而且是本土，而且是空中113席的国会议员内底有坚定空中的立法委员的这个声音入去到内底，迄是非常不得了嘛。你再加上你知影2020年的国会内底绝对是1打4嘛，然后基本上1打4，我讲1打4的意思，你一定是一卡民进党，4卡拢要甲伊对拍，包括国民党要甲伊对拍嘛，这个民众党嘛要甲伊对拍嘛，对吗？包括这个青美党嘛可能甲伊对拍，包括你这个时代力量有可能甲伊对拍。如果啊安尼情形之下，你现主时单一过半，这个国会的芳了真正无讲足水气的情形之下，接来有4卡要甲你对拍的时候，难道你无需要一个战友吗？所以我常常咧讲的。台湾基进其实我总不爱去讲伊的 CP 值，迄是一个所谓的价值啊价格。我比较喜欢讲的是价值啦，就讲伊代表价值，这个国会所代表的价值，你爱去来实现，去来完成，这个物件其实是较重要的代志，因为有足侪人，有足侪选民来讲，选票浪费，迄拢是政治的算计，但是迄个算计你安怎算拢不及这政治人物放的风声，其实你拢是计算机，所以我感觉较重要的是讲，咱你实现咱要爱迄个价值。如果国会袂使有缺席，如果当民进党伊扮演的角色是1990年代李登辉本土执政的这个。台湾国民党的角色的时阵，迄时阵李登辉想要变成台湾的民主之父，是因为伊有一个在野党、民进党甲伊互相配合嘛。所以90年代会使讲是台湾的民主化的进程上较紧的、迅速的一个年代。所以咱咧讲这个小党啦吼，应该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坚持。是啊，就是要有第二支卡入去到内底。所以你当民进党安尼个面对着4卡要甲你对拍的情形之下，你难道无需要？
以前扮演民进党为党外起来，迄时阵早期非常理想型的民进党，就是体现伫台湾基层的这支卡，伊入去到国会内底，互迄个国会甲捧起来，甚至将空中的议程，称除中国汕头议程，甲伊送入去。话佮讲倒来，我头拄来讲啊，你只要进拍字，伊就马上使增加2色啊。啊，你进2拍，互伊增加袂1升呢？所以咱咧想的是，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其实某一个程度，本土最大化是咱2020年的国会的第一个总目标。第二个总目标就是将空中的声音送入去到台湾的国会内底，袂使去缺席啊。2016年就是因为空中的声音缺席，唔只有所谓的中国汕头的基础顶悬，导致着2018年咱的本土大败，啊，佮有接来了咱前一阵啊，这王立强的这个前共谍投诚Australia 这个代志发生，咱讲哇，真正中国白遐汕头不是危言耸听，不是空中派啦。有影，咱继续来请教立党啦吼，这个部分，咱其实嘛看到大家党拢有家己这个理念伫啦吼，咱立党嘛推扫到真侪，亲像这个性别的这个问题啊，对黑人这个问题，其实咱嘛讲着吼，立党过去是甲这个社民党来做合作，有这个历史盟啦吼，啊，这个部分哦，这回无合作，但是你们呢，这个上大化吼，这个票数啊，冲入去这个国会内底咧。嘿，我阿琴啦，叫阿琴就好嘿，就是讲咱立党已经在1996年就已经有立党，已经23年啊，是一个足久的。是讲嘿，是讲足侪人唔知啦，唔知想讲咱新的讲啊，你今年才成立是嘛？无啦，咱已经23年啊。啊，咱的是讲立党是即届头一个去支持蔡英文的小党，咱是头一个在讲，咱足早就在讲啊，咱足坚持讲，我一定爱支持蔡英文嘛，这是根本就。免去讨论的代志，所以咱是头一个小党去讲这个代志的。啊，一个是咱有23年的专业，咱唔是讲23年前咱高成员伊去成立这个政党的时阵，高怪是台湾23年、25年就一直就去保护台湾主权的人，安尼1996年的时阵，台海危机嘛，中国搁要下迄飞弹过来，伊就使迄船去海讲，我来接你，做一个表态啦吼。嘿，哎讲我来接，你爱拍咱就来接。伊是为23年前到今嘛，拢是安尼坚持的，毋那是咱主权的代志，伊是地热啊，安尼讲地热，嘿地热。的专家，伊即嘛是台湾头一个，即嘛嘿再生能源上厉害的人，是，就是对这个环保的这个议题啦，尤其咱讲这个核三厂啦吼，今日会再搁出问题啦吼，所以这嘛是恁咧关心的这个议题啦吼。所以咱看到恁的这不分区的这个名单内底，咱先来看一下吼。咱嘛请到，你嘛请到袂歹这个人选啦吼。咱看第一名的部分，就是这个郑慧文这个医师啦吼，伊伫这媒体拢有这个露面啦吼，就是讲伊这个专业。看会当吸引到这个选民的这个信任无？啊，第二名就是咱头拄讲的这个高乖高成员，伊昨嘛来参加咱节目的这个讨论。啊，伊是同款嘛是台主攻系这个教授啦吼，啊是立党创党的这个调集人。啊，第三名就是咱这个桃园市的这个议员啦吼，王浩宇啦、王浩宇。啊，咱看到阿琴哦，你是排伫咧第6名吼。啊，咱讲这个排出来这名单，爱安怎写人啦吼，就是有真这个恁爱去思考这个这个问题啦吼。啊，咱继续要来申请咱的民众党吼，咱这回是请到咱第9名这个参选人啦吼。咱讲到这个民众党，这个讨论就是讲啊，这回是这个海选的人选参加选出来吼，你嘛是这个海选，尤其是女性的这个第1名的款嘛吼。嘿，是。海选的过程，小甲咱小解一下。好啊，大家好，我是阿辉啊，吼，大多阿琴讲，我感觉讲台语吼，伫咧厝阿妈拢叫我阿辉啊，安尼大家较熟悉啊。吼，刚刚在听这个主席在讲话，想讲我们政治素人吼，就是较袂晓讲话，但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民众党的一个海选吼，我是算是268个内底吼，就是一关一关一直拍到头前吼。啊，一开始阮咧讨论就是讲。柯文哲柯主席伊要成立一个政党吼，这个政党其实就新啦，才3个月尔吼。嘉靖我们其实
268个人一关过，第一关过的时阵吼，差不多42个人吼，啊，大家开始甲主席啊个一寡委员吼，阮第一届去考试的时阵，我讲一定45岁啊，佮去面试吼。就是爱甲9个评审吼，甲伊讲你的迄个政治理，对，柯文哲主席嘛，坐伫咧遐吼，啊，总共9个人，啊，就开始甲你考试，问讲你是安那要想要来从政啊，你的政见是啥这样子，差不多是42个吼，到尾第一关通过之后呢，在第二关吼，就是差不多20个吼，20个，但是即摆这20个差不多拢放伫咧等一个大家看得到，一个海选的迄个名单内底啊吼。然后我家己是一直伫咧我嘛是一直从事社会运动甲迄个社会工作，一定差不多20几档的时间吼。我定讲我要到生进前3天，嘿，搁伫咧迄个立法院头前抗议吼，所以我其实对立法院算真熟啊吼，但是我嘛就这蓝的绿的朋友进入到这个不分区去工作嘛吼，啊，所以我想讲，这个是安那想要出来，就是看到民众党，我其实毋捌参加过政党啦吼，就是这个看到这个机会，我感觉有一个，互阮会当为基层开始去发生的这些机会吼，咱就应该来甲试看卖吼。啊，不过大家好现啊吼，就是讲吼，这个台湾民众党这回用海选这个形式来产生这个不分区的这个名单啦吼。啊，大家讲这海选的人员是来去啦吼，有遮的有遐的啦吼。啊，所以这个一致啦吼，这个价值敢有真正是相骂的。相骂吼。我家己做社团做差不多20几档的时间吼，我感觉像咱遮的小党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拢是最有理念的吼。啊，我感觉像即马民众党，伊是啊差3个月尔，伊的迄个民调会遮悬，是伊看到阮遮的迄个海选出来遮的名单吼，其实拢专业拢，家己的专业拢足强的啦吼。啊，阮入去较紧吼，其实就是我定讲阮去党部无几届，但是阮真紧就开始了解讲啊，阮遮不分区内底吼，大家各自的专业是啥物吼？啊，阮即马开始，大家即马赖真好用嘛吼，所以阮一定变成是专业分工啊吼。比如讲，国会总共有8个委员会吼，啊，阮就照这8个委员会来分工啊，开始斜杠这样子吼，大家人大概有无共款的这个专业，无共款的专业，小他两个。对，比如讲我家己可能有社会福利啊，有劳工啊嘛，可能有新创社会企业安尼吼，啊，我可能会参加2、3个委员会，啊，所以我们常常会针对无共款的政策吼，去做讨论，然后去共识啦，所以，当然我头拄讲的这个价值，有人讲吼，这个范云啊，伊讲吼，这个若是民众党的这部分区，唔是讨厌国民党，就是讨厌民进党，啊，这个价值伫倒位，爱讲好清楚。好，我安尼讲啦吼，我身躯边吼，讲实在，哪个嘛有，历练嘛有啦吼。然后，阮遮不分区内底吼，像阮爸爸妈妈可能是蓝的吼，啊，像像的爸爸妈妈可能是绿的吼。那我们原先其实都在安内环境内底去大汉这样子啊，我感觉阮的价值吼，其实就是想要，因为阮家己拢为民间出身，为基层开始一关安尼起来吼。其实阮是感觉阮的声会当听到。不同的声音呐，哈，那阮呢在不分区内底，除了专业之外，我们也是来自不同款的族群哈，所以阮的价值吼，我感觉我必须要讲吼，我感觉柯主席吼，伊咧教阮开会的时阵吼，伊是拢袂讲介济，伊嘛是做爱讲无唔对啦吼，但是伊拢做开放的，像比如一个教阮讨论代志的时阵，伊拢互阮各自去。讨论讲啊，你到底想要做啥？这样，他比较重视是讲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事情跟我们想要实践的这一些想改变的这些议题哈，一旦改实践出来这样子。我们比较重视的真的是实践呐，所以你在党里面讲话不要讲空话哈。比如说我希望世界多美好啊，老公讲，就是你要讲出来，你要实际物件爱捧出来。对，你得爱讲，你得爱领哦，你得讲啊，你要做啥这样啊？哪些人你要做这样子啊？大家做啊，就开始做这样。所以先来看这个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名单啦吼，咱看到这个第一名是咱台北市劳动局的局长赖香伶啦吼，啊这个第3名有咱个这个郭家军啦吼，永龄基金会这个顾问平安啦吼，啊第5名是咱蔡碧如啦吼，市府的这个顾问，啊咱第9名就是咱的阮辉阿辉啊吼，伫遮啦吼，啊伊这背景就是台湾公益团体自力联盟的这个秘书长。啊，咱看到咱所讲的这个学姐就第13名啦吼，啊，不过学姐这阵佫引起的这个话题，就是讲到底要吸引什么人？啊，有人讲是肥仔啦吼，这到底是什么？咱等下好好来讨论一下。真正是因为甲学姐坑入面，就使吸引这票吗？这嘛是爱大家
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咱继续先来请兵中啦吼，兵中这个部分咱就要好好来请教吼，尤其咱知影这个2016年这个国会内底哦，咱摕到这个4点外趴啦吼4.2趴，4.2，其实差一丝啊，咱就这个国会20的这个席处内底。啊，这回咱就讲吼，这个不分区真正激烈，尤其咱讲过去，这个国民党甲区域排伫咧第8名，啊尾啊排伫恁头名吼，这个问题，这个考量是安怎按算的咧？是我首先先讲吼，我一直就是主张吼，既然咱的制度是2票，就是投立委，1票投咱地方区域的立委，第2张是投互咱的政党。是。我伫遮吼公开鼓励，咱所有观众朋友乡亲时代，咱这张得投互小党。吼，啊每一个人涉水无共，每一个人理念无共，但是这张票应该投互小党。为什么？因为今仔日大党已经有够啊，伊个实出遐尼啊会济，对无？啊，伊个区域就已经遐尼济，而且地方的派系各种的力量拢真济啊。小党为什么今仔日会坚守伫小党做一个政治的动作？啊，是讲小党要出来拼这个不分区，就是为着一个理念、一个价值嘛。啊，咱讲多元的社会，就是要互每一款的理念有机会当发表啊。啊，拢是大党伫遐讲，小党无机会，所以我第一，我主张讲，这票就要留互小党。啊，头拄啊主持人嘛有讲到，新党是即马咱台湾吼第5大党，就是根据4党前的投票，新党得着要4.2%，哦，就是差无到1%。但是咱即马这个制度是2大党修出来的，伊变成讲无到5%，变成全部都无效。哦，啊，即马有啥物有补助款，所以新党是唯一有补助款，但是第2款伊无实处。的政党哦，啊，我为什么主张讲小党爱入去？而且我认为讲，这个理念价值愈清楚的、愈坚定的，愈爱互伊入去。为什么？咱讲到两岸关系，真侪人讲吼啊，听到迄统一啊、台独啦、啥物吼，听甲真神真烦哦。像咱亲民党嘛有讲过，咱这个民众党嘛有讲过，讲统独吼是假议题。但是咱斟酌来去研究，敢真正是假议题？在我来看，统独吼。伫某一个层面，譬如讲政治人物要到选举啊，就摕这啥物互主权啦，要台湾独立来如何？结果到了上台了后，佫无真正推动台独，因为你台独是要受限啊，你要将即马中华民国宪法给废掉啊，无你即马宪法佫有统一能力伫遐。但是讲几半波无任何的动作，民进党拢讲啊，依持现状，用这4字咧骗人。啊，国民党嘛是共款嘛，讲不统不独嘛，讲着统一独立，大家拢总无爱去接触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选总统的人是大党爱去讲才对，结果大党无去讲，啊无去讲，咁真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所以若是讲这是摕这做议题，这是咧骗，这是假议题。但是若是讲到台湾的前途，这是真正议题。所以对我来讲，我认为像较早我拢会讲，啊，你若是支持讲台独的，还是你认为讲最后两岸就是袂当统一，台湾才真正变一个国家的，你应该去支持时代力量。我较早是安尼讲吼。啊，你若认为讲台独无可能，讲遐尼侪年啊，迄是咧骗人的，咱爱好好研究讲真正甲台独如何来斗阵，如何最后走向统一，莫用武力的，爱用和平慢慢谈判。你来投互新党，但是即马看起来时代力量规个放弃啊！啊，竟然讲时代力量规个做议员的，啊是主要的这个角色，拢总转去民进党啊，啊嘛无交代呢，转去民进党是啥物原因嘛？是因为路线无共啊，啊是啥物认同无共啊，拢无交代。那亲像讲就是为着选举，因为大党较好选，所以像讲4党前甲咱绿党嘛做伙的这个社民党的创党的。还魂教授，即马变成民进党的这个不分区，吼，我嘛感觉真奇怪，所以我即马认为讲，那像譬如讲啊，咱基进党即马对台独的立场较清楚、较坚定，啊，你若真正较我台独的朋友，你会当考虑基进党嘛？啊，过来讲着新党的理念，像基进党讲爱抗中保台，啊，讲即马全世界拢在抗中，但是同一个时阵，咱爱去注意的是，全世界若讲伊是咧抗中。为什么全世界拢伫咧甲中国大陆做生意，而且联合国承认的是大陆代表中国？为什么美国啦在国家讲了是哪像伊外抗中，结果因甲大陆逐工拢做伙啊？因嘛无来承认台湾变一个国家，对无？啊，咱台湾家己每年甲中国大陆几百亿美金的收入，拢从大陆市场赚入来，安尼咱如何抗中？
哦，啊，咱的军队爱偌强，啊，咱的人员是毋是爱独立？咱若是讲要反核，吼，比如讲咱即么个反核啊，啊，你反核的时阵，你的人员有法度独立无？无法度独立的时阵啊，战争咱会有够无？这就要讨论啊。所以有人讲是爱空中保台，啊，阮认为讲是合同保台，就是和平统一。因为咱的宪法嘛是讲未来爱统一，啊，较早国民党是甲咱教育，讲咱就要消灭中共，因为伊是即个叛乱的组织。啊，但是民国80年，咱的李登辉前总统，伊嘛已经宣布结束了动员戡乱。啊，你结束了后，你即马甲伊的关系是啥物？你若是无要行台独的路线，你总归有一天你要甲伊面对着讲未来走向和平统一嘛。是啦。啊，如何来累积这个共识，就是要经过谈判。所以这是阮的主张，就是合同保台。啊，阮甲这个空中保台，若有机会会当做伙入去立法院公开来辩论，我嘛认为真好啊。总是要有这个机会，卖这个哪个甲力的两大岛拢无要面对这个真正影响到台湾整个问题。所以兵中头拄讲到一个真好的点啦，就是讲吼区域这个立委啊吼，这个国民两党已经徛真在啊啦吼，啊这个不分区的部分，真正是先吼这个小党来出头天啦吼。啊头拄咱嘛讲到空中保台，这个合同保台，咱拢尊重大家这个意见啦吼。啊，不过咱要先讲到吼，就是讲咱甲这个台湾啊，这个美国这个关系，即阵咱嘛看到这个台湾关系法啦，顶顶这个法案是咧支持台湾的啦吼，所以这个部分毋好讲根本就是咱徛伫可能甲这个美国伤好啊，是无好啊，这个立场啦吼。我讲一下吼，其实头拄包括民众党的这个晚会吼，阿辉啊，你讲实践啦吼。但问题就是讲吼 ，OK， 啊，恁的价值伫倒？我的意思是讲，啊，你是要实践啥物货？哦，实践比统一，实践无人权，哎，实践啥物货？我的意思是讲，实践毋是价值。实践只是一个动作 ，OK， 只是讲迄个目标爱甲伊实现出来尔。所以实践是啥？柯文哲上爱大的问题就是看方向嘛。你知影啊？所以有人后来比如讲替中国讲好话，所以有人比如讲南部就介意甲伊滚生像迄槟榔嘛，迄叫槟榔党。所以南部有一句话讲，迄叫槟榔党啦吼。所以我意思讲实践是实践啥了？对啊，你袂使实践甲台湾卖去啊，是毋是？所以实践是实践啥，爱讲有清楚，咱要也是讲清楚。第二，我意思是讲吼，咱阿扁吼，扁中对不对？咱扁中先生有一件代志搞错，啊，而且台湾社会吼嘛搞错，你知影意思？咱总爱表现出家己的中立，比如讲，我同意，这个政党票理论上就是爱投有理念，要做理念的展现，这张票是小党为理念入去到国会内底，但是这内底有两项代志可能爱区分。第一项代志是啥呢？扁中这件代志我无同意的是讲理念，统唔是理念啦。你听我意思无？今仔日你要做中国人，你飞机票买落过入籍。你听啊，这梗是叫做理念呢？这无需要理念，要甲台湾好好啊保护落来，不爱互中国亲门大户，甚至于中国的霸权的崛起当中，要维持咱家己的民主生活，这个物件爱需要努力拍拼来甲伊持，这叫做理念。OK， 你这要做飞人机票飞落过，你做中国人，这无需要理念，这袂使做理念。所以唔是讲啊，你知影台湾人有当时啊，我的意思是讲，这个东西是可以人类吃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叫，假如我们出去吃饭，出去食饭，这个物件是可食的，会使食，这个是可食的。但这个物件如果是袂食一个毒。那会使变理念，你听我意思无？这个物件就拢甲咱混淆去啊。所以中国有一种话术啊，迄个话术就是讲。往往伊将这个物件，中国的这个物件，甲混淆越过界之后，咱就感觉讲，食毒嘛是种理念，那这食毒袂使做一个理念，你听我意思无？吼，这唔通安尼种拼中，你这我是无啥同意啦吼。所以空中保台是种理念，吼是值得人来选择。但是啥物合中合统保台，合统就袂台啊！你听我意思，那保台，合统吼保存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无你是安尼意思，所以讲清楚袂使咁骗哦。吼，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台湾的。不分区的名单必须要考虑到台湾现主时，咱阶段性台湾的特殊性所拄到难题。台湾你知影，咱有足侪不分区的名单，我一看，台湾基建的名单上特殊。大家都唔知影迄个意思是啥，因为我教大家人看无共款。咱所有不分区的名单，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国民党莫讲啦，迄无需要讲。讲民进党还是讲包括咱绿党，包括咱其他的优党的这名单，其实拢足侪社会进步议题。这个社会进步议题，迄个意思是啥呢？社会进步议题随着伊的社会发展，伊的民主的成熟，慢慢啊，经由民主的定数来甲伊实现。
OK， 好，安尼咱要实现着咱无共款，因为面对着无共款经济全球化，面对着社会变迁当中，社会无共款的议题陆陆续续会出来，所以陆陆续续爱解决无共款新出来、新变出来，还是讲新的社会矛盾，拢爱去解决。这就爱一种叫做民主工具来甲伊实现。所以民主工具现主时台湾的民主工具生红线嘛，去互中国渗透的情形之下，台湾的民主生活随时有可能去互中国甲伊窃夺、淘汰去的情形之下，咱这个民主工具已经生红线啊，所以咱需要有人入去，把这个民主工具重新把伊的红线给磨掉，变成一支好的民主工具，安尼才有法度去兑现着咱未来，包括咱的环保的、咱的性别的、咱的迄个性倾向 LGBT 的进一步的，甲什么款的迄个进步的价值、生态的，等等有的无的，保护石好的、保护动物的、动物权的，安尼才有法度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咱的民主工具的生产的情形之下，现主时啥台湾社会无人去考虑讲，是毋是爱有一支队伍，先甲民主工具甲伊磨好来，剩的经由这个好的民主工具，一个足来的民主工具，按照台湾的需求去产生着兑现着咱现主时要爱的这个进步价值。但是你有看到无？咱其他党的分区全部拢是在讲进步价值，但是袂记一件代志，咱的民主工具生红线啊！所以我常常讲，咱哪会拢倒头在思考？现主时立法院4年一届。4年一届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这阶段性的任务，咱就爱思考，迄无可能一困头入去，要甲所有的代志拢4年内底解决。咱来想，这4年内底，台湾立法院作为咱台湾的民主工具的表现，安尼这4年需要先来甲伊做啥物货，啥物款的物件。所以我毋只讲抗中的声音，清除中国渗透的这声音，一定要入去国会重新甲咱的民主工具磨来的情形之下，我来讲，利用着迄个民主工具去将因提出的本区名单所主张的遐个进步价值，不管是劳工的，不管社会福利的，不管是啥物款的迄个性别啦、LGBT 啦、性倾向等等，咱认为需要现主时爱回应的进步价值去甲伊产生出来。我认为这才是现主时上重要。所以我会讲，台湾之前的本区名单其实拢足清楚。接来2020年的国会需要啥物货，阮按照这个物件提出迄个本区名单。是，但是他拄啊单主席伊讲着讲这个统一合统保台，迄就是一个毒，所以毒都毋是一个价值。这我听起来就较遗憾啦，因为口口声声讲民主，民主你讲统一就是毒的时阵，人若是讲台独嘛是毒，歹势你头拄讲我拢无甲你插嘴所以今仔日若是有人讲台独嘛是毒，台独就是食毒，所以台独这个理念拢袂当讨论，安尼毋是咱嘛感觉讲伤过无公平吗？较早国民党就是安尼啊，较早国民党白色恐怖就是讲你主张甲大陆来谈统一，这袂使，这掠起来。你若讲台独嘛袂使，叫做叛乱罪。古早国民党就是安尼啊，所以咱今仔日既然讲台湾已经听你到讲一个依照宪法来讲是国家还袂统一进前一个特殊的时期嘛。这个特殊时期到底上尾是走向台独如何台独，是讲最后走向统一用啥物方式来统一？这是会当讨论的代志，哪会袂当讨论呢？无宪法裁伫遐，咱讲民主爱经过法治，当然你要经过法律来讲。他拄啊单主席嘛讲着讲实践，毋是一种理念，这无错。但是如何来实践你的理念，会当最后成功，这就爱讲出来。譬如讲台独要如何成功，是讲只是讲入去国会将咱的这个民主工具生产的所在清除，就会当成功。是咱嘛必须判断讲，即摆两岸之间经济甲军事之间差偌远，这是爱当讨论的代志啊，哪会讲连讲都袂当讲，讲来变成讲食毒，这我感觉伤过，讲伤悍吧。好，我甲你回应一下啦，回应屏中啦，屏中我想要讲这个统是毒的意思是啥？因为咱现主时我完全无同意台湾过去的一个物件，就是讲雄雄啦，比如讲这个主持人，今仔来领导，我来领导讲，咱两个先来赢啊，赢领导我下，赢输领导你下。主持人，你首先想的一件代志是讲，阮斗了我下，我想爱甲你赢。就是讲中国国民党伊这流氓政权来到台湾了后，互台湾人民经过长期的洗脑，咱拢陷入一项物件，迄叫做内战的史观啊。你也知影呢，我的祖公伫台湾住几啊百年，这就是伊的家园嘛。雄雄1949年伊走来台湾了后，对不对？咱变成讲，台湾需要来解决着中国共产党。甲国民党的内战的史观，所以后来台湾人有一个，我就完全无同意。这台湾基情甲因无共款，是讲，阮认为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国家，无需要经过所谓的统独的公投。咱的公投要处理的是向国际当时来宣称，台湾是咱台湾国家，是寻求国际承认。所以我认为公投迄个部分无共款，因为如果敢若我主持人讲，今日恁厝要证明恁厝是啥个，搁要经过验，这物件拢是含入我的所谓的替你设定的前提，这个
前提拄啊足歹势，是中华民国国民党炸来，中华民国来的就对，所以我完全无同意。第二，你也知影民主其实，比如讲咱今仔日啦，饼中读台大啊，对毋对吼？我毋知影你读台大什么系去啊吼？但饼中读台大经营之下，只要问者要入去台大，民主如果是一个台大教室啦，要入去这个教室上课，难道无需要基本款吗？难道无需要门槛吗？对不对？嘛是要跨过这个基本款门槛的迄个基本的主张经营之下，所以你家己想看卖，台湾的民主，咱咧讲政党政治的竞争，美国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倒一个党选出来，伊拢必须是啥？一定是美国党，伊只是对美国好的方式。做法无共款，但是伊拢以美国利益为优先。台湾现主时，大家常有所谓的亡国感，就是因为今仔日若选出中国国民党，还是甚至新党，吼，还是甚至白人这个统治党啊选出来，安尼台湾后一步，咱是咪嫌咱的迄个现主时，这个政府拢无去啊？吼，你知影意思？变成特区政府，啊，甚至是伊来指派，咱的民主生活拢无去啊，所以有亡国感。再加上台湾的民主政治产生着一个问题嘛，因为中国国民党的去年的选举内底，我定下讲伊已经光去。已经支持去，所以后壁是红色的。所以台湾未来的面对着讲，台湾未来的定期民主一定是定期改选，吼，定期改选，吼。但是定期改选，台湾即将出现，唔是即道的亡国感。2024年，咱台湾搁要改选一摆，迄年就搁来烦恼讲啊，中国国民党还是迄个新党，即个统治党，敢会转来无啦？吼，啊，再加上头拄啊，迄个民众咧讲一件代志，我嘛爱台湾人民呼吁，你难道无感觉内心有够疼的一个代志吗？要做统一的人，主张台湾是中国人，因家己飞机票无爱买过。吼，家己飞过全球化之下，比如讲我来荷兰住8年，伊荷兰的当中有一个物件对华人落叶归根。伊讲啊，你也真正吼，伊遮奉献你遮一世人，不管恁一开始是偷渡来，后来你摕着居留权，甚至公民权了，因为你老啊想要落叶归根吼，告老还乡，等到中国去大点对，我嘛拢欢迎，买一张单程的这个机票，互你送你等于，咱大家和平的分手。所以共款，平中如果你若要做中国人，其实我其实拢足欢喜的，讲啊，这是你的选择。但是你要做中国人的经营之下，你哪会使逼阮台湾人民袂使做台湾人咧？你也知影咧，恁有两个选择，恁会使做选择做台湾人，做中国人。但是阮台湾人民现主是还袂有一个台湾国、台湾共和国，互阮成就阮的认同啊。所以安那算拢恁赢，安尼阮哪会甘愿？这是一个无公平的这个戏剧赛局。国家立场啊，徛在国家立场徛伫所以我意思是讲，共和党对啊，伊拢是美国党嘛，所以台湾真上惊吓咧，讲台湾的国会议员哪有遐尼济所谓的要甲台湾买去，啊，咱搁要甲伊选出来，所以定期改选的定期亡国感，所以台湾像我讲主张台湾基进，你睇存在甚至用台湾基进，比如我民进党嘛要叫我做不分区，我想无爱基选，是因为我认为台湾必须要有第二支更加本土的卡，更加本土的卡入去到国会内底，以后就会成为什么？如果你也对执政的过程一定有包袱，一定有无满意的所在，安尼你是不是有所谓的 alternative， 就是有另外一个选项，迄个选项不是国民党，而是比民进党更加本土、更加坚定、更加优质的台湾基进。安尼情形之下，我就要爱讲，要安进入所谓的台湾做成一个国家完成的状态，你知无？我甲你讲，迄就爱开20年的时间，迄就是叫为此岸到彼岸。如果国家完成是咱长期的一个梦想的话，你敢知影台湾人民现主时，包括民进党，伊讲民进党啥毋敢做台独。我甲你讲，台湾人民大多数经过中国国民党70年的洗脑的教育当中，伊的迄个头壳拢是啥物？互中国国民党的内政史官，拢是伊的国民党训练落来党国遗毒的情形之下。这难道无需要清除吗？摩西带领迄个犹太人，就是迄个埃及前奴隶要出红海的时阵，伊是带他到西奈半岛吗？马上到应许之地吗？歹势唔是，伊以荒岛放逐40年，洗尽伊身上的奴隶性嘛。所以平中，你互阮一个时间慢慢过渡，互台湾基进这个坚定台湾的迄个维持现状的蔡英文当选的时阵，伊用维持现状。但是当阮是要完成台湾做一个国家状态，20年后阮慢慢壮大的时阵，由一个政治工作者愈来少年政治工作者愈来愈侪时阵，20年后会使甲伊来竞争啊！竞争的当中，阮向台湾人民报告，如果互阮台湾基进会使来当选，来取得着咱国家的政权的话，安尼阮即将向国际来宣称，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国家。这件代志就有社会基础，就有民意的基础嘛。蔡英文伊用依次现状来当选，一定是做依次现状，这唔免搁好讲。所以伊现在依次现状是因为知影台湾人民即个岛屿顶悬有太济保守性，即个保守性的
迄个遗毒歹势拄啊好，恁中国国民党过去的中国国民党70年的党国的教育，所以卖甲我讲70年的党国教育，甲民主化了的主人，这物件就消失去。他拄啊，咱这个陈主席吼，伊讲着讲啊，伊无可能讲真正是做立委，还是讲真正有机会当选到总统，就会当马上实现台湾独立嘛。所以共款啊。无讲啥物行动来，还是倒一个党内，就马上讲啥物互统一来安怎，拢共款。行动无这个能力，马上会当讲着互大陆当甲台湾统一。咱基进党嘛无迄个能力，讲马上会当互台湾独立。第二就是他拄啊，唔知影讲是咱陈主席，伊是误会去，还是挑工咧扭曲。我从来无讲强迫大家讲，只会当做中国人，袂当做台湾人啊！台湾人在我的看法就是中国人啊！你去看日本时代时阵，像咱的先贤姜维最先生，人迄当阵咧讲拢讲，阮台湾人是中国人，咱台湾人是中国人啊！阮祖公自郑成功时代来到台湾嘛，经过这300-400年的时间，啊，你讲啊，这蒋介石的政府来了，强迫咱如何，强迫咱领这中华民国身份证，所以歹势到即马为止，中华民国身份证有源是中国2字无台湾嘛，所以你讲啊。你这做中华民国国民的，爱去大陆唔免啊！我这中华民国身份证即马就叫做中国啊！啊，你讲阮无甘愿，他拄啊咱陈主席讲吼，以前怨叹讲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流氓政府将这砸来，但是歹势，你即马嘛是用这套中华民国的宪政制度来选举，这是一个现实嘛！啊，我嘛袂去讲美讲，因为你好认这套中华民国的宪政，你就袂当参选，我嘛是尊重你参选的权利啊！啊，最后就是讲国际社会，你向国际社会宣称，你台湾独立的方法是讲要向国际社会宣称，咱要做。台湾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要将过去中华民国甲共产党之间的内战拢去掉，但是国际社会会接受无？他拄主持人嘛讲到，美国即马有台湾关系法咧挺台湾，但是台湾关系法的源头是啥物？是一个真见效的代志的，就是美国放杀了中华民国政府，才去创了台湾关系法的，就是因为伊将中华民国出卖啊，迄当阵甲咱中华民国阁是军事正式的同盟，结果。美国话出卖就出卖去解释的阿强啊，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嘛是国际事实、现实的状况。所以我意思讲，咱面对现实爱讨论，啊历史袂当去掉，过去历史就安尼落来啊。台湾人迄当阵无要做日本人，嘛互日本变成殖民地啊，这嘛无法度的代志。国际的现实是如此，咱即马要来这个片面讲，都是用战争来决定，所以爱和谈来处理，希望有一个两岸和平的环境，才当理性的讨论问题嘛。我回应一下吼，即马国际上有一个代志，即马台湾是咧叫做中华民国嘛，但是绿党是一个国际的政党，全世界有98个国家拢有绿党，一个全球的绿党的联合内底，台湾一直就是叫做台湾，咱从来唔捌用过中华民国这个名，即马台湾的绿党，一个全世界的绿党拢是叫做台湾。啊，咱绿党阁有另外一个是咱即摆要提出的一个政见，就是讲咱中华民国这个宪法内底前言内底有讲，因应国家统一前需要，咱主张甲这句话甲改掉，咱无要统一，咱这句话应该袂使放在咱的宪法内底啦，宪法内底。即摆即个绿党是主张讲，这句话爱来改掉，咱无这个前提啦。修宪这个过程是真正是坎坷啦吼，但是讲要取到什么款的这个共识是更加重要。咱先来看讲吼，这回小党参选的部分区，咱头头讲19个这个政党217个吼，这个人数来登记是创新高。啊，小党啊旁牛吧吼，来拄到这个对抗这个部分，咱先来看这个新闻报道。选举将近，小党拼出头。拍宣传影片90配票，投票的时阵，咱唔知影迄个人要去创啊。尤其是伫不分区的战场顶悬，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咧，你敢会去你顶一道不分区上大党和民进党前3名是啥？你敢知影顶一道国民党前3名是啥？你敢知影台联顶一道第1名是啥？这个表示讲不分区的名单长期以来，并唔是因为着这个人好唔好，这个政党意志要做啥，是因为我敢有熟悉这个政党，伊敢有甲我这个利益结构有关系，伊敢有可能会替咱做代志。伫长期这种想法之下，总变做是小党作歹过门槛，应该抱着一种我到底会选什么人，会当代表我政党的意志来入去国会内底替大家服务。不分区的名单其实有一个上介重要的物件，就是一定爱知影因政党要创啥货。用政党甲政党比较，你爱认办这个政党，而且你爱转互，因为你敢若一票，所以你一定爱转互你转落你会足爽的政党。
所以。咱应该爱选择的是一个我党内足爽的政党，唔是伫遐考虑讲啊，我咧半票啊，135等互伊，246等互伊。我认为，如果你若坚定支持某一个政党，就算这个政党最后成为悲剧的英雄，咱嘛爱甲支持。不过，小党参选爆炸，不分区19个政党破纪录，拢总217人提名，实在是抢破头。新创的台湾民众党，民调伫咧小党内底领先，也唔过党主席郭文哲侪争议言论，直直开战场。邱毅这个就更有趣了，你一下子在国民党，一下子在新党，可以同时影响国民党跟新党的幕后老板，啊，这个猜也猜得到啊，这个所以有时候我只是讲出大家的想法嘛，我只是比较白目就讲出来这样而已。自己被人家抹黑抹红，于是就反过头去对无辜者进行抹黑抹红，这样的行为。让我对柯文哲大大的失望。摆伫新党不分区第1名的区价，是大声话要告郭文哲。顶摆新党的政党票51万票，敢若只有4.18%，无超过5%的制限。19个小党拼出头，也毋过面对5%的制限。阁有2个大党抢票，谁会当笑到最后？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先来请教阿辉啊吼，这个咱的主席安尼讲啦吼，你的意见是啥物咧？我感觉吼。应该安尼讲啦吼，我大概听大家咧先进咧讲这个代志吼，我感觉就是我们一般民众的心声啊。我必须要说，我们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民调吼，为什么今摆这样变成跳到第3吼？我感觉大家其实就不爱听这的，就是统跟独这样。某个程度哈，我是认同秉忠讲的啦，大家各自都有价值，哈，就是想要去处理。然后我也认同刚刚主席讲的哈，但是要有一个 stand 开来实践这个代志嘛哈，这我们都明白啊。但是大概也是到选举的时阵哈。就是爱开始听这的统独的问题哈，在我的小老百姓里面哈，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哈，可能是想要听到说啊，你去你料，你要帮我做啥这样子。当然立场爱讨论无唔对啦，但是你也是无端出一个牛肉，比如讲对年轻人来讲，伊就是失业啊，没有他就业的问题啊，他居住的问题啊，都是他比较关心的。主席哈每天都有开放那个叫做鲨鱼区啦，我今摆开始讲国台语交错啊哈，我们就是刚好伊开一个，反正大家做来问伊啊。记者问我爸啦吼。嘿啊，但是好问啊，爸看是要甲问候迄个吼，啥物伊不爱讲的话，拢互我讲出来吼。他就是太常说实话，真该我个甲伊讲，我讲不怪打不是吼，我还不认识你，就听讲那有人甲你后壁甲你吐吼，我讲有当时还真需要有一个人甲你吐，啊你讲话就讲有当时太实在啊吼。可能像伊讲的啊，就是讲了一些大家比较想听的话，他只是改讲出来呢，这样子。然后那所以我是想要回应，我刚刚听到哈，就是说大家都很热烈，还是在这个统跟独的这问题顶管呐哈。啊，我本来想讲，咱今仔日来。就是要讨论，我其实准备是讲，要甲大家介绍讲，我海选出来这个人吼，这个名单，因为迄个专业是啥物啊？咱入去了，咱会当谈论这财政纪律的部分，咱会当安怎来做？咱居住正义的部分会当安怎来做嘛？吼，我家己吼，其实海选了到近吼，这是第2届上节目啊吼，第1届吼。我是代表阮民众党去参加迄个漕运的迄个居住正义这件代志啊哈，我必须要讲哈，我觉得因为柯主席伫咧台北市做这居住正义这件代志，真正无通嫌的，然后该全台湾吼台北市起的这个社会住宅，真正是起改造。不过伊第2任讲打洞啊呢。打东爱问题是因为去敲的时阵，现场去用迄个三明治，毋是因为三明治都无做啊，是因为敲代志本来就是袂当讲敲代志啦吼，土地取得吼本来就不那么容易啦，说实在话，包含实现这个伊讲的。其实他还在，伊嘛是一直都咧起啊。我今晚要讲的是吼，当时吼4个党里面包含民进党也有派人，国民党是拒绝出席啦吼，阮民众党啦吼，哥有迄个。亲民党哈有派人，我也记得是4个政党有派人哈。我看了一下流量啊，我们民众党的那个流量是上管的哈，所以我还是要说，就是说，阮现在那晚意哈，大家拢有一个头衔，讲实在哈，我小爆料，我们有一些海选名单一公布之后就被老板请他离开了这样子哈。是安怎？就是说大家都很怕跟政治站在一起，因为大家对原来的劲敌的想象可是。
最恐怖的啊，去互大标签了后，你得安怎这样？啊，阮这海选的吼，我徛出来，甲真侪人，都这样甲我讲做勇敢，我是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但是我想，我到底是有危险嘛？哈，就是说，从我那个去谈居住正义这件代志来讲，我感觉就是讲，阮想要做啥物，也是阮会当入去搁较侪人吼，甲阮的专业吼去摕出来，比如讲第一名迄个乡邻啊，伊做劳动局长做遮久，啊伊也毋是只做劳动局长，迄阵是做迄个公运的嘛，吼。所以，阮逐工拢咧讨论讲，会当端什么牛肉出来，让大家看到说，咱若是真正入去到国会的时阵，咱会当为人民做什么代志，这样，这是阮咧讨论的代志。当然啦，吼，喂食鲨鱼这件代志，关于统甲毒，最近阮主席的声真大声，啊是要加以喂食吼，就直接去鲨鱼区问他这样子。是，咱先来看讲吼，咱头头讲的小党这回来拼出头天，若是讲尾啊这个小党真正无拼出来，可能敢若剩民众党安尼。对国会嘛是不有利啦吼，咱先来看讲政党票这得票率啦吼，自2008年到即阵2019年啊，明年2020年这选战啦吼，2008年的时阵哦，国民党是摕到这个过半这个席次啦吼，17。加这个后壁配票差不多20席啦吼，啊，民进党是有14席啦吼，加起来34席。啊，2012年哦，国民党是44%，迄当阵16席，啊，34%是民进党哦，摕到13席啦吼，台联迄当阵3席，啊，迄当阵亲民党摕到2席。2016年哦，这个时代力量冲出来吼，咱看到伊摕到这个2席，亲民党迄当阵徛到这个3席啦吼，民进党44%啦吼，啊，迄当阵咱讲伊个这个部分区甲开立委吼是完全执政啦吼，啊，但是完全执政嘛有伊的这个困境伫啦吼。咱继续来看讲部分区立委，咱这回小党来真正要拼出头，咱看到这个部分区立委这个席次的这个分配方式，咱看到这边吼，咱头头讲的34席啦吼，爱5%至少啦吼，才会当摕到这个2席以上啦吼，啊，才有分配这个34席的部分区立委啦吼，啊，伊这个计算，咱头头嘛讲到，亲像这个。2008年啊，51席，这个51%啦吼，这个34席，安尼算起来有17席，啊，经过这个配票有诶无到这个5%吼，再搁甲起哩，啊，国民党搁摕到3席，民进党搁摕到2席啦吼，真正是对小党来讲，这个设计有影是较不利啦吼。咱先搁请这个绿党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头头看到这个民调部分是较低，真正爱拼吼，也搁有一站啦吼，要即阵也剩40几工，安怎甲拼出头咧？咱即马就是讲，咱6个人拢有咱的专业，是，但每一个人拢有专业。啊，咱互民众看到的物件是讲，咱有足进步的这理念嘛，安尼。像讲迄邓惠文医生，是，伊就有讲，迄托育这样代志，就讲在南侧查甫囡仔的。便所拢爱装迄尿布台，是这个代志。就是查甫的这个便所嘛，爱装这个有饲药啊，而且这个有囡仔这个换着主要的迄台啦。像这个代志是大家每一工生活都会去当着，像讲啊妈妈咧无闲，爸爸爱带囡仔无法度带出去，无法度甲换着主啊。性别平等的这个概念。对咱阁有讲吼，迄咱第5名张幼甫。伊是台湾有机农业足重要的一个人，伊已经做10年啊，伊就安尼家己去山啊，去庄骹去甲咱农民去甲栽培，讲你咧做有机，我就甲你斗3工，我就甲你斗卖，我就甲你斗安尼牵线安尼。伊的理念是讲，伊想要甲国中小。营养午餐拢变做有机的，是，嘿安尼，啊咱阁有一个另外2个足重要的一个政见，一个就是讲安乐死这样代志。阮想要互大家拢会家己去选择讲，我性命到尾，我家己选择，我家己啊就从容安尼离开。啊，阁有一个是医药用的大麻，爱甲合法化。医药用的大麻是讲啊，得癌症足严重，无法度食饭的人会食迄大麻，医用的大麻也使食饭安尼。啊，阁有讲小儿难治癫痫症。啊，这个大麻是很就好油啊啦，应该爱讲甲开放安尼，互民众有搁较侪选择，互去决定家己的生活要安怎过，这是咱
咱六个人拢无共款的专业。是嘿， 6个人有无共款的专业吼，那拼空看有这个5趴啦吼，那无嘛是在这个拼这个3趴有正当补助款吼，后摆这个后摆选举的时阵，可能嘛当用伫较公益的所在，嘛是讲啊，这样继续来拼这个选举的这个部分啦吼，继续咱上尾咱请大家用这个20秒至30秒啦吼，来讲到这家己政党吼想要推杀的这个部分啦吼。 我想吼，阮台湾其实要推啥物件足简单咧，包括伊咧讲的迄个，阮控中是阮的品牌之外，包括基础正义的代志。其实我认为首都应该爱是功能爱分散化，为分散化的过程当中，对不对？伊会创造着南部青年的就业机会，台湾的就业机会，会改善着台北的这个基础正义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讲，有当时啊一个议题必须要有结构性的这个赞助，爱记哩，咱爱利用着国情的制度来服务。 制度的改革来服务众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这是台湾基进的主张。城市爱平衡啦吼，咱继续搁请咱的这个阿琴啦吼。嘿，台湾绿党是台湾唯一的国际政党，各个相当拢有足侪朋友的。咱拜二才甲比利时的议员食饭，啊，每一个国际的绿党拢会咱共斗相共。咱台湾绿党唔那是保护台湾，咱有每一个政策都。 很踏实，这是咱是行出去啦吼。真正这是咱是头一个去公开支持蔡英文去选举的，选总统的人啦，选总统的政党安尼。换咱阿辉啊。好，阿辉啊，甲大家讲吼，选台湾民众党吼，阮就是一群吼为家站吼起来一寡专业的人，阮希望吼会当透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吼，互台湾的迄个。 政府的迄个财政纪律是阮介重视的，介有迄个居住正义的部分，然后甲，互阮的小党会当拢入去改5%这件代志嘛，是阮的迄个政策。改5%嘛是。改5%嘛。最后咱请兵中。是咱行动的名单，无财团的背景，无政治的第二代，咱全部拢是普通的小市民的心声。第1名区嘅是老正将，我排咧第4名，男性是第2名，第2名咱是正将有战斗力，才会当真正去推动咱认为正确的法案，袂互人绑架变成袂当来推动。